香港嘅朋友仔仲喺度煩緊點樣攞電單車牌，唔使愁啦。呢個深圳考證嘅實用攻略，你一定要收好，全程行程安排得連貫又清晰，幫你省心又省時。9點喺福田口岸集合，有專車接送直達考場，唔使擔心揾路難。11點半完成體檢同拍照，前期要準備嘅嘢一次搞掂，省時又省心。2點粵語教練詳細講解路試要點，每一個細節都講得好清楚。3點開始自由練車，全程有專人喺旁指導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即時問。傍晚5點返程休息，為後續考核做好充分準備，依舊喺口岸集合，搭專車前往考場，保持輕鬆狀態就好。上午11點複習科1科4嘅理論題，鞏固重點考點。12點進行電腦理論考試，認真作答就冇問題。下晝2點半參加路試考核，按照之前練車嘅要點發揮就好。4點完成所有相關手續，5點就可以返程返屋企啦。有任何關於深圳考電單車證嘅問題都可以嚟問我。